喂，听到吗？听到吗？我觉得我要答对了。我也要答对。我觉得我要了。心灵相通，姐妹诚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恭喜生，有冇去恭喜到？大家好，我是恐龍偶像，我是歐洲鬼。博太人嘛，跟住他看唔到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的迪達，你在看乜㗎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玩这些东西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学的词全部都跟鬼有关系。遊戲規則，答題節目組會本題下可以同客家師，韓國本來邊同佢那嘅嘅用法同意思，現在提出第一款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藝先鬆哦。看看我们的第一题是什么喽？不要背鬼，背着墙壁啊，贴着墙壁。贴着墙壁的鬼。哦，什么啦？怎么可能？我想都想不到。你好像也对，好像有那个感觉。是不是？请翻版。罚站，要站着那个这个墙壁贴着，应该就是被罚站。那干嘛是鬼呢？哦，好可爱哦！为什么要骂他这么可爱？我学的是讲人家坏话的人，因为感觉隔墙有耳嘛。背小孩，你非常惨。就是背小孩，背小孩。为什么他是鬼啊？鬼，我们字那么可爱。他就是亲口该，是哦，哎凶鬼用哎，凶鬼我都凶鬼用哎，心烦哦，心麻烦。我当然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。全错哈。我们有提示道具，请翻开提示。刚刚我有听到很接近的解释，这个喂，听到吗？听到吗？是一种行为，然后不太好。什么？好来，我觉得我要答对了。我也要答对。我觉得我要了。心灵相通，姐妹诚心。对， 1、2、3，嗨，偷听怪。偷听人讲话的那一种人。嗨，你是什么？爱喝酒？来，你解释。就是会背着隔壁，然后他们会一起喝酒的酒鬼，背对背拥抱，背对背喝酒。就是喝到这样，这样很醉。恐龙偶像的答案很棒，但是我们恭喜姜老师跟迪达答对了。而且他是来搞笑的，他是来搞笑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学这个客语字，叫做“壁boy 鬼”。boy 鬼，然后就表示是窃听、偷听的人。好，我们乘胜追击，没错，没错，来，喊佛鬼可以从字面上的意义。之后吐痰吐到着火，哇靠！我那真的是着火的痰，火气很大哦。它是形容人怎么样，然后但是这一题呢，它有2种意思，你们只要答对任何一种都算对。差不多。来啊，好，请翻牌。上火，咳很严重的人，感冒很严重的人，可是我觉得他感冒如果很严重，人家还说你这个痰疱鬼，这样超没礼貌的。一直咳掉，有痰疱鬼。不好意思，客家人就是这样讲的。你们已经答对了，这有2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肺痨或肺结核疾病的人，就是你一直咳嗽，你这个痰疱鬼离我远一点这样子。哦。第二个就是火气很大，你这个人脾气很不好，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火气大。恭喜3位都答对啦！耶！好，我们来学习一下4线腔痰疱鬼。喊佛鬼，下一个。鬼晒日头，鬼晒太阳，对，为什么鬼要晒太阳？鬼为什么要晒太阳？哎呦，你们太局限你们的意思了啦，不是朝那个方向想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很任性。请翻牌。 1、2、3，好，日正当中，其实一样的意思。对就是有够热，热往死里热，不可思议就是很热。然后他写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我们直接讲不可能，真的是不可能。我觉得很棒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笑太早，等一下他说他对了。我们一直都是这样。跪啊，对的话直接跪，直接跪，我跟你直接跪了。为什么玩那么大？你自己跪，我没有要跪。我们先看提示，真的是不可能哎，真的不可能哎。真的不可能哎，我不可能哎。好啦，就只能这样子了。对，请翻牌。骗子，因为鬼晒到太阳的时候，就会蒸发因为它是影子，然后照下去的时候，看不见它就会消失。不可能啦，看不见啦，这样。哦，这样子，我觉得是一场空吧。啊，掌声鼓励，3个都猜对了。但是我觉得恐龙偶像可以给1.5分吧，他从第1阶段就猜对了。他被我们霸凌哎，他
它的原意就是鬼在光线下是没有影子的，所以就是无影无踪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场空，都是假的，都是被骗的啦，这样。四线腔鬼塞日头，贵塞日头，好，下一题。他鬼毛熊汹涌哦，和鬼是谁啊？和是汉，汉就是意思说我和鬼是不一样的。哦要延伸一下，想象一下。 ，OK， 我懂了。好，请翻牌。哦哇哦，不能混为一谈，就是跟这个鬼不一样。我直接照那个字面翻啊，说真的，我是这个夫妻吵架，因为夫妻个性不合的夫妻嘛，因为他们是不同的鬼，然后一直吵架，是鬼所以就搞得分离不合不相同。我的是非常正派的意思，和鬼不一样啊。提示是口头提示，这是用来骂人的话。骂人的哈。我知道了。你这个人和鬼不相同。 OK，好，请翻牌。真的很夸张哎，很可怕，我就说他上吗？他过去一定有遇到什么，脑袋很可怕，他过去一定有遇到什么，他一直这样。就是鬼跟鬼一样恐怖，因为我刚刚看你这样子骂出来，就是应该是骂到他像鬼一样恐怖的这个人。我的这个是形容很阴险的吧，就是他跟鬼一样阴险，就是形容这个人很恐怖吧。好啦，我要公布解答了。它原本的意思呢是跟鬼不同路，但是它渐渐延伸，它变成说他是一个性格很奇怪的人。鬼唔相同，鬼唔相同。行年班上说，因为冇把被巴死，哎，客家班的阿那边，啊牛逼你，啊牛逼你！哎呀好，迄真宠的芭比哦，我每年唔就相信世界上有鬼的么？迄冇相信嘅话吼，我样会证明迄没有鬼的。哎呀好，我同你讲，行年有当到同鬼的有关系嘅哦，鬼的。唔單止係人屍體嘅靈魂，咪做得講是關無好嘅人哦，好識酒嘅人，人哋哦做得講酒鬼，還有哦，我之前有一棟都是吼，講嘅春殘白嘅廢話，唔得哦，做唔得同佢講哦，現場嘅朋友做唔得做白鬼鬼，白鬼鬼係乜嘅意思呢？就一樣白，我也啲也主持，個嘅白旁邊，另外一隻。你弟弟做乜嘅？唔係行人，就是跳堂，發現按到隔牆有耳。故說吼，你哋哦前班做唔得做白鬼鬼，農村陳白講嘅話，我害怕看到佢哦，我當排泄白鬼鬼。生下來還有乜嘅鬼呢？炭火鬼，炭火鬼以前係講。見錯嘅人啦，第一個火柴蛋糕吼，見錯嘅人，又唔記得帶佢再下面安尼哦，當無禮貌談火鬼。唔過後來吼，就講13人通通就發現，咩做得講談火鬼，談火鬼，鬼曬日頭。唔過大家都知鬼嘢係無形的啊，見日頭反而講太陽，鬼嘢無形，就算哦見日頭見走佢，咩無陽無價，鬼曬日頭，啲三人講法吼，講久嘅吼，根本就鬼曬日頭無陽無價啊，講久嘅就冇人會相信鬼曬日頭。係乜嘢同鬼有關係嘅呢？冇，嗱一下我講一隻，講鬼嘅。冇橋梁嘅就係各鬼唔相同，各鬼唔相同哦，就做得講吼13人身體怪怪，冇辦法攏人窮下。故說現場嘅朋友做唔得做各鬼唔相同嘅人哦，各鬼唔相同。已經係不對啦，我同意各鬼唔相同啊！我以前的男朋友吼。佢就懂好騙人啦，有種嘢就係鬼曬日頭，趕快放全部都中得糖啦！